我那么自律的人，我不需要你管，我也能好好练。还是那么会标榜自己。好了，我现在去给老谷亮个相，过会儿游泳池见。上课别迟到啊！行，去吧。老祖，我你吓死我了你！哎，好几年不见了，欣喜若狂的拥抱一下。多大岁数了，还是这副德行？哎，你这吓死我了！我这德行，就是有人喜欢呢。知道你今天回来，坐吧。哎呀，好几年没到谷教练办公室来坐坐了啊。哎呦，这鸟枪换炮，洋范儿了。原来老物件儿一件都没了。老物件不喜欢了，扔了。你就是世俗偏见的包袱太重。再说了，这老物件儿也并不一定就不好啊，是吧？你看，在咱们省队里面，最老的物件儿不就是你吗？开玩笑啊，别生气哦。对了，冰冰和佩珍联系上了吗？最近好吗？他们？哎呀，他们也真是的，怎么就不联系了呢？好了，不跟你开玩笑了，我带你去熟悉一下队员，跟他们打个招呼。走，走，走啊！大哥，我到今天才明白，为什么佩珍当年没有选择你。我不喜欢他。呦，死要面子。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教练，梁有光，梁教练。大家好，我是新来的教练，我叫梁有光。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和蔼可亲，大家可以叫我梁教练，也可以叫我老梁、小梁、高梁，啊，都可以。好了，寒暄完了，干活吧，训练。周瑜呢？你教的好徒弟受伤了也不吱一声，在医务室呢，他怎么了？腿崴了，你看看他去吧。我看看。身体是本钱，你是运动员，要更加爱惜自己的身体。嗯。还疼吗？光光，医生，他怎么样？还好，不是很严重。我先去拿药，等会儿要拍个片子。
你怎么来了？不是，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把自己给弄伤了？训练都没去？哎，你说你刚来泳队多久啊，就出状况？你这样弄得我面子往哪搁呀？越来越唠叨了。你还嫌我唠叨？说说吧，怎么弄伤的？没怎么弄伤，就是帮我妈送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没多大事儿。你好，雪。哎，听说你跟那个鼓楼教练不对付？听谁说的？说说吧，咋回事啊？啊？没什么好说，是我技不如人。你笑什么呀？笑都不行了。啊？哎呀，看来你受鼓楼刺激受的挺大呀。我跟你说啊，这鼓楼呀，我太了解他了，他就那样，跟谁说话都板着个脸，不苟言笑。其实人是好人啊，能力也是有的。他说你几句也是为你好，你别想歪了啊。嗯。另外，你现在带伤盲目训练是要出大状况的啊。你刚进泳队，不要自毁前途啊！知道了。小雨，你现在已经是一名职业运动员了，很多事情不能再由着性子来了，知道吗？好，你要知道怎么保护好自己啊！好什么好？最关键是什么？知道吗？最关键我还等着你在泳队给我争口气，咱一起把鼓楼那个臭毛病给灭一灭呀！你爸怎么不接电话呀？妈妈，你别打了，有你陪我就挺好的。妈妈对不起你。爸爸一直不接电话，你说你都生病住院了，妈妈好无助啊。没事，妈妈，我这可是小病，你们不用这么担心我。行吧，那就好好躺着，等着医生给你治疗吧。治疗好了，回宿舍休息，别到处跑啊。知道了，知道了。我现在回泳队去看看训练情况。知道了，唠得乖。唠得乖，我没说几句话呀，我这么沉默寡言的人。哼，臭小子。关心他还嫌我烦，飞哟，飞喽，飞哟！准备，1、2、3，茄子，耶！佩珍，最近你跟冰冰怎么样啊？佩珍，你不能总是不让我跟冰冰见面的，你也不让冰冰跟我通电话，你这什么意思啊？佩珍，现在我又重新回体校当教练了。我每天在体校看见这帮学生，我真的特别想冰冰，特别想看看她现在是什么样子。
哎呀呀，你看你这肉松的，得加强力量训练啊！啊！哟，这手臂可以啊，线条不错。有的时候尽量够得再远一点，不要着急回来，舒展开之后，然后再进行下一次。这个地方一定要够得再远一点，这个啊，一直别着急，尽量往远了够啊，然后打腿的速度还是要快的啊。哎，我看看你这上臂力量，哟，可以嘛，肌肉挺有弹性的，加强力量训练啊。练的。去八路，捏一捏就知道啊你。你去吧，就练吧，记住了啊。我还真就能捏出来。哎，老朵，你还别不服气，我这土八路的经验，那就是管用啊。那你捏捏我，你看我行不行？呀呀呀呀，老谷啊，你200米得10分钟，一辈子也追不来。落水点尽量再远一点，再远一点，这样你的优势前段时间的距离就能够得更久一点，这样的优势就能显示出来。还有，呼吸频率要小，够了就可以了。好吧，继续做。怎么样？看了吗？问题不大，今天不要入水了，在陆地上好好训练训练就行。可以下水。我说不用就不用，活动活动就好了。咋回事？不知道。别管他。好好练吧，啊。嗯。走了啊，几天。好。走了，别臭。哎，我得帅点啊！我看吴昊这水平退步了，所以才被国家队退回来。我觉得他们请的这4个都是奇葩，要么没脑子，要么特别壮。沈亮，过分了！在背后说坏话算什么男人？有种和我比一场！就凭你啊？我怎么了？我怎么了？你怎么了？我怎么了？比呀！比呀！来啊！比！来啊！我来。就你？你以为你还在国家队呢？在不在国家队都赢你。是，那来一场。来，来啊！走，走。
沈亮，我跟你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你明白了吧？哎，行了，浩哥，走吧，你肩膀没事吧？没事没事。亮哥，没事儿啊。我跟他差这么多吗？没事儿啊，就一场比赛。我速度跟他差不多吧？不应该啊，应该差不多啊。哎，周宇，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不然呢？其他人呢？沈亮，教练，沈亮，哎，明天体育局的领导来我们体校视察，你在群里面通知一下所有具备参赛资格的运动员，早上8点到游泳馆来。好，不要迟到啊。好，没问题。顾教练，早上8点钟的课，啊，对对，我一定准时到，您放心。好，再见。9月的西湖，晨曦如歌如诉，一如揭开序幕，将每一条波纹细数，每一条都在波光中起舞。9月的西湖，艳阳如火如荼，一如心跳加速。看每一条波纹催促，每一条都在波光中欢呼。懒散漫漫，无组织无纪律。昨天比赛你擅自离开，比赛都开始了，人还没出现。当体校是儿戏吗？不想练就滚蛋！我提醒过你，不要轻易挑战我，还是乖乖跟着教练好好学习吧。每一天都是新的礼物，我们为爱付出，柔美西湖，让美好留住。9月的西湖，晚霞如诗如赋，一如生命回顾，用每一条波纹记录，每一条都在波光中讲述。向前一步，每个人都有目标奔赴，我们携手共度多彩西湖，更引人注目。向前一步，每个人都有目标奔赴，我们携手共度多彩西湖，更引人注目。青春不负，每一天都是新的礼物，我们为爱付出，柔美西湖，让美好留住。
员们，我来介绍一下，这位领导是我们省体育局的王局长，大家欢迎。王局，我们今年准备有8个项目要比赛。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迟到了，赶紧归队。好。高峰，到。王局，这个队员叫高峰，在我们队里是尖子，而且在全国也能排得上前10。王局，给他们说说话。你们肩上背负着我省重要的担子，一定要加强时间观念跟纪律性，每个人都要做到。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高分5号，游得很好，但是公是公，过是过，这么重要的事情竟然敢跟我迟到。一会儿游泳馆每人3000米不解释，听到没有？知道了。知道了。石亮，为什么没有通知到他们？周瑜知道啊。得到回复了吗？周瑜没告诉他们，他们没说到，怎么能怪我？没有接到回复就完成任务了吗？5000米。周瑜，在。给我盯着点他们，哪个人少游了，告诉我，加倍惩罚。明白。决赛。不好意思啊，还特意让你跑一趟。哎呀，嫂子，还这么客气。刚好我也想吃面了，这不正好吗？有事儿啊？周瑜上次回家，匆匆忙忙的，也没跟我说几句话。我看他那状态吧，这孩子没住过校，我真是有点担心。嫂子，周瑜现在都这么大了，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别担心啊。而且我们体校又不是龙潭虎穴，你担心什么呀？你总把他当小孩子看，其实他已经长大了，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他和大家都处得特别好，没事，别担心啊。真的假的？他跟大伙儿可以能处得好？嫂子，我能骗你吗？真的。而且，这不还有我在吗？谁敢欺负他？放心吧啊。老板娘，哎，这有什么好吃的面呀？来了来了，喜欢吃什么？我在你这儿看看，好多种呢。招牌是什么呀？啊。周瑜啊，诚心的是吧？知道也不告诉我，没事。开始还以为你只是不爱说话，喜欢独来独往，但咱们怎么说也是同一个寝室的，接力赛不来，不打招呼就算了，还搞这种阴的，都是误会。我只是什么误会啊？周瑜，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行，随便你们怎么想吧。你这样的人怎么进省队的？简直就是省队的笑话。我要是省队的笑话，你不就是国家队的笑话吗？你还上脸了？你配说我吗？我配不配你自己心里清楚。我跟你就是时间和经验上的差距。他一天到晚好神好神的叫你，你就真的以为自己是神了吗？哎，
话别乱说。我从没说过自己多了不起，但虐你绰绰有余。虐我，来啊，虐我！哎，行了，别打，别打，松手！行了，松手！别打了！挺会玩啊！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小伙子嘛，年轻气盛，都年轻过。警察同志，你怎么来了？你上回帮老太太抓小偷，不是受伤了吗？老太太不放心你，非要过来看看，被我给拦了。这不，非要托我给你送封感谢信过来。没事，不用。帮人是好事，下次得量力而行。啊，那好领队，那我不打扰你了，先走了。哦，谢谢你啊，还特意跑一趟，谢谢啊。不会。说说吧，怎么回事？郝领队，那个小偷是怎么回事？小偷啊，前几天你们接力赛，周瑜不是没来吗？周瑜去跟小偷跑接力赛去了。看什么看？今天这件事儿，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认真写一份检讨。好，好，一会儿上点药啊。周远，你应该早点和我们说呀。没什么好说的，没赶上就是没赶上。太冲动了，太冲动了，刚才。这事怪我，是我先动手的。小鱼，光光，怎么了？你怎么回事？刚到体校就惹是生非。没事，那个误会。什么误会？你别总给自己找借口啊！小鱼啊，我可要真的再跟你交代几句啊！体校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你要尽快的适应集体生活。你性格该收敛的收敛点儿，你别总是板着脸，拒人3000里之外的样子。不找你麻烦找谁麻烦啊？对吧？知道了。哎，你跟高峰处得怎么样？小时候你跟高峰关系不是挺好的吗？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让他多帮帮你、带带你啊！毕竟他也是体校老队员了。别提了。你跟高峰又怎么了？这早训时间到了，别瞎操心了啊！老谷可是憋了一肚子火，过会儿要批你们，我看你怎么办。检讨书准备好了没有？谁站出来念一下，给同学们都听听。检讨书，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在一个寂静无声的日子里，天空一声炸响，原来是628宿舍的呐喊声。是的，在上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628宿舍的高峰、周瑜、吴昊、胡景天4人，竟然在丧心病狂的吵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我们声音可以吵得那样大，也许是失了智、着了魔、发了疯，所有人都沉浸在了吵架的快乐氛围中。然后吵着吵着，我们彼此就动起了手。我还记得吴昊的袜子飞过我的脸庞飘出的幽香。别，高峰，别念了，回去。你们4个，教学楼外站着去。哟，站着呢。来，往这边打。我胡景天，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就跟你们一起在这连着，丢人了。得了吧，你也没少说，就别怪了。大家既然都一起受罚了，以后就都是兄弟，都是同一寝室的，有话说开就行。对，浩哥说的对，我们既然都已经发生这种事儿，咱们就都是兄弟，不打不相识嘛，就是那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那种兄弟。我先道歉，我不应该先动手，对不起啊。这也太不一样了！你看人家这个动作，和他这个滑臂姿势，还有这个蹬腿速度，就是不太一样啊！哇，这速度！这频率就是不太一样。哦。周瑜，别在这乱喷，都喷脏了都。喷脏了。这水你还喝吗？喝，为啥不能喝？哎，周瑜啊，医务室没有给你开药，你哪来的喷雾？我朋友给的。哪个朋友啊？关你什么事儿？行了，别八卦了，继续看。哎，朋友给的，朋友给的。好，同学们，今天我们来上一节趣味课啊！我准备了一些绕口令，大家一起来念念，好不好？好。Red leather, yellow leather. Red leather, yellow leather. Red lorry, yellow lor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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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free throws. 3 free throws. 周瑜，周瑜。你把我刚才念的给大家重复一遍。Red leader. Leather. Red leather. Yellow leader. Leather. Yellow leather. 周瑜啊，我以为你是多胸有成竹了才敢在我的课上睡觉，现在看来我真不知道你哪来的底气。老师，你为什么老点我？因为我是老师，这是我的责任。这节课站着听啊。好，下一个啊。Whether the weather is warm. Whether the weather is warm. Whether the weather is hot. Whether the weather is hot. I decided to take her by train. I decided to take her by train.
Sally was very excited. Sally was very excited. Because she had never traveled. Because she had never traveled. On the train before. On the train before. She sat near the window. She sat near the window. And asked questions.你们笑什么呢？梁老师，怎么了？转过去。别太过分了。继续。Suddenly.周宇，哎，梁老师，你怎么回事啊？我怎么了？也没见别的任课老师反映你有问题啊，怎么就光在我课上搞小动作啊？以后不要干这么幼稚的事了，行吗？我怎么就幼稚了呢？狗咬吕洞宾，早知道不给你买喷雾。哎，不是，梁老师。小时候的我，其实和冰冰关系很好。时隔这么久，再看到她，虽然很开心，却不知道该怎么和她相处了。总是口是心非，莫名其妙的和她怼起来。知道喷雾是她送的，我很感动。结果，连一句感谢的话也说不出口。我这是怎么了？加快打腿频率啊，掌握节奏，听见没有？不要着急啊。小鱼，怎么样？集合喽！集合喽！今天把2线队员带过来，是想让你们带带，让他们感受一下成熟运动员的竞技水平。下面，1、2线队员进行混搭，组成4人小组进行游泳接力比赛。希望你们能取得好成绩。开始吧。那个，我们一块儿呗。可以啊，那就咱们俩，怎么弄啊？剩下2个人，我来搞定。那你去呗。哎，老谷，搞什么名堂啊？选拔人才。2线队伍还选拔人才？好苗子要从娃娃抓起，你不知道啊？注意游程中抱水路线不能过中线啊！腿，频率加起来。出水时间记得先起腿再划手。
我却已不再是少年。别在每天早晨输给昨天的疲倦，别在每个午夜感慨匆匆的流年，别把每个遗憾丢在永远的昨天，别把每次努力抛给遥远的明天。今天就要出发，才能到达相聚的终点，像飞鸟冲破风暴，永不停歇。今天就要出发，才能到达心中的明天，像种子悄悄发芽，梦在心间。不行啊！在心间。我来公布一下这次测试的成绩。第1名，高峰；第2名，沈亮；第3名，唐白；第4名，周瑜。虽然这次比赛只是我们队里做的一次内部测试，但是也会关系到你们所有人在队里的总成绩。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以后认真对待每一次测试，把每一次内部测试都当作是总决赛去全力以赴，好吧？决赛。高峰沈亮，周瑜，景天，过来。对，虽然这次你拿了第4名，但是如果你还想在成绩上进一步的提高，去拿到更好的名次，你就必须要做出改变。你原来那种固有的习惯的泳姿，在这里是行不通的，没有希望的。你必须要做出改变，明白吗？还有你啊，景天，端正态度啊，认真训练。一定会有更好前途的啊！好，关键是你的态度。好，恭喜啊！恭喜！应该的。哎呦，这叫什么话呀？你们这次胜利是你们组队员努力得来的，什么叫应该的？一点都不尊重队员。你尊重，你输了。哎呀，行了，你们两个，那你们聊着吧，我要工作去。哎，老谷，别嘚瑟啊！日子长着呢，你等着瞧，我们组周瑜他们肯定会成长起来。周瑜还真是有天赋，只可惜啊，一脸有光不会用人，不如把他放在我们组。哎，老谷，天亮了，还说梦话呢？是，你们这次是赢了，怎么着？赢了还想占我便宜啊？周瑜是我的人，到你们组，你也不想想，他听你的吗？这哥们儿不错啊。对啊，绝子。梁教练，训练时间你干什么呢？啊，还有没有点职业运动员的样子啊？我就是偷懒还有理由？马上就要测试了，比赛是不准备参加了？不，参加。
刚才郝领队还在我面前夸你，说你很有前途。真的吗？严肃点。以后还打不打算好好训练？要是吧？嗯。现在4组，每组30个，开始。哦。郝弟，你给我推荐的好苗子，我刚才过来看了。训练时间里面躺在地上玩手机，你就给我推荐这样的运动员？哎呀，你也别生气，这孩子玩心重，我知道，之前跟他们教练也说过，但是他还是有天分的。天分是理由吗？能进咱们省游泳队的运动员，哪个没点天分？啊，再有天分也要认真训练呢。你说的很对，我非常认同你的观点。不过每到这个时候，我怎么就想起，你和老谷特别像，到这个时候都特别倔。郝弟，我发现你现在情商是越来越高了，会跟我玩太极了。我说东你扯西了。哎，不过你说人老谷，我跟他见面也就抬抬杠开个玩笑，人家专业还是有的嘛。这点中肯的评论我还是能给的。甜甜，恭喜你啊！恭喜我！对，今天梁教练来就想选你做一线队员的。啊？其实他这个技术动作还蛮难的，你看他这个蹬水，他这个摆臂，是吧？真的可以吗？啊，好，你放心吧。那个，给大家说个事儿。来，坐。浩哥来坐。周越，你在那儿不能说吗？能。哎，你来更好。好，我要讲了啊，我呢，作为628的一员。我从今天开始啊，我将变得更高、更强，所以希望大家能帮我，没问题吧？你刚说什么？哦，我说刚那个动作。哎，你啥意思啊？哎，等，周宇，帮我。我是很想帮你了，但是我觉得你坚持不了多久。浪费时间，不好意思啊。哎，你可以的。哇，峰哥，我最近训练计划真的排得太满了，实在不好意思啊。峰哥，好啊，他们俩不够兄弟，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帮我。我跟你不是同一个类型的，帮不了你。你那里不行，游不了长距离。哎，我们在一起睡这么久，哎，哇，你们也太自私了吧！浩哥，你到底要干嘛？我想让你帮我训练。你去找高峰和周瑜吧，我没空。哎，别，浩哥，周瑜擅长的是短距离速度快，峰哥擅长的就是长距离耐力好，都比不上浩哥您啊！您可是各项泳姿全能，我当然得找您了。
其实，毕竟你就是我人生路上的旗帜，你是我，你是我。行，别再写小作文了啊！说实话，你心还没定，即使努力了也进不了一线。我就想试试。有意义吗？你现在速度也不行，更不愿意吃苦，别提加练了，连平时训练都完成不了。我就想搏一搏，不想让人生留遗憾。行了，你别再说了，我不会帮你的，去找别人吧。哎，浩哥，浩哥，你再考虑一下，浩哥，你要真不教我，我从这跳下去了。跳。我真跳啊！去。哇，这你逼我的。同学吃点啥？啊好。还需要点什么？再来个西兰花。好。你到底要点啥？算了，不要了，谢谢师傅。对，浩神，我跟你说，他私下就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知道吧？什么样？不是他生活中什么样啊？私下是这种样子吗？真的假的？对啊。晚上睡觉天天打呼噜磨牙，吵得要死。胡景天。站住！胡景天。哎，不好意思。再跑啊！嘿嘿，浩哥，跑啊！给个机会，浩哥，给个机会。我错了，浩哥，我错了，浩哥。看你干的好事儿。浩哥，我对你的敬意滔滔不绝，犹如江水。我想让大家欣赏你的仪容。什么容？面容。赶紧给我撕干净，不然我揍你啊！撕可以，你得教。蹬鼻子上脸了。哎，撕。赶紧给我撕干净，不然我要你好看。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这不是看不看得起你的问题，胡景天，你有一点运动员的样子吗？每天不是嘻嘻哈哈就是追明星。谁规定运动员不能追星啊？是没规定，但是你心思有放在训练上吗？你对得起你父母把你送过来吗？你配做一个运动员吗？搞干净，不然我去你们教练那里举报你。这些孩子真难管。
小子水感确实还行。哎，过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你这袜子没拧干，你怎么就往上挂呀？这滴的全是水了。这怎么了嘛？什么怎么了呀？你这个在宿舍生活就是要干净整洁。就你最讲究。其实你可以带着景天一起训练，我看他刚才训练挺拼的。景天呀，真不是我不带他，实在是太说风就是雨了，那做事情极其没有耐心。 反正像他刚才说的那个话，那没有1000次也有800次，耳朵听得我都生茧了。你说能拿他怎么办？我觉得他这次是认真的。擦干净。难受吧？那你擦。回来。胡景天，小时候参加过省游泳锦标赛，拿过第3名。目标，名牌大学。为什么你的目标就只是上名牌大学？因为我从小到大最好的游泳比赛就只拿过第3名。我的父母想让我上个好大学，所以我的目标也就是这样。你就不想参加比赛拿个冠军？当然想啊，我还想参加世锦赛、亚运会，为国家拿奖牌呢。但是我游泳没有高峰周瑜游得快，所以我就只敢想想。哎，只要心里有目标，去努力，就会有希望。过几天有个测试，我相信你只要找对方法，努力训练，肯定能进1队。真的吗？可是没人愿意帮我。你过来，我给你说个方法。